大家好，今次又去觀塘食兩餸飯，大家一齊去睇睇。第一站嚟到觀塘鴻圖道，幫襯呢間兩餸飯店，今次食海鮮兩餸飯。佢哋有幾款魚飯賣，買咗一個試試。呢盒係鱸魚兩餸飯，45蚊，都夠大盒嘅。鱸魚係比較細條，擺上嚟豉汁薑葱，調味夠香。魚肉結實少少，都有魚嘅鮮味。魚頭有面珠墩肉食添。另外一個餸係薯仔炆雞，雞肉就一般啦。薯仔夠腍，少少鹹味，白飯正常。總結呢個鱸魚飯味道可以接受。下一站嚟到觀塘駿業街，幫襯呢間兩餸飯店。佢哋餸菜嘅款式唔多，依家佢哋下晝2點後三餸飯只係賣30蚊，買咗一盒試試。呢盒係倉魚三餸飯，40蚊。倉魚夠大條，用豉汁蒸嘅，魚皮好韌，撥開啲魚皮，嗰啲魚肉咧夠軟滑，有少少鹹鮮味。另外一個餸係魚香茄子，好腍夠鹹味。第三個餸係雞腿，輕甜味，肉質夠腍。白飯正常。總結呢個倉魚飯味道又係可以接受。跟住嚟到觀塘牛頭角道，幫襯呢間兩餸飯店。佢哋嘅兩餸飯只係賣32蚊，仲可以堂食。呢碟係酸菜魚兩餸飯，32蚊，夠晒大碟。酸菜魚魚片夠大塊，魚肉爽滑，唔辣嘅，少少鹹味。配菜有鹹酸菜、大豆芽、青瓜。另外一個餸係西蘭花炒蝦仁。西蘭花夠腍，有好多隻細蝦仁，肉質算爽彈，調味夠香。白飯個質感就一般啦。加4蚊有碗例湯，味道清甜。總結呢碟酸菜魚飯味道可以大碟抵食。跟住嚟到觀塘物華街，幫襯呢間兩餸飯店。佢哋嘅餸菜款式算多，兩餸飯只係賣34蚊，買咗一盒試試。呢盒鯇魚兩餸飯36蚊，仲送例湯1碗，鯇魚要交2蚊。例湯係粟米紅蘿蔔湯，味道清甜。盒兩餸飯份量都足夠嘅，鯇魚係好大件。用豉汁去蒸，魚肉同埋味道都一般。另外一個餸係滑蛋蝦仁，滑蛋係嫩滑，蝦仁係肉爽但係冇味嘅。白飯又係一般。總結呢個鯇魚飯味道係一般啦。跟住嚟到觀塘成業街，幫襯呢間人氣嘅兩餸飯店。餸菜款式多，賣相又靚。
有座位可以同食。買咗一個飯試試。呢碟係白鱔兩餸飯，53蚊。白鱔計2個餸43蚊，加多一個餸要加10蚊。豉汁蒸白鱔有6塊，正常大細。肉真係爽彈，當然係實有少少魚骨啦。豉汁夠鹹香，撈飯好食。另外一個餸係西蘭花炒蝦仁。西蘭花夠腍，有韭黃同埋蒜蓉一齊炒，味道夠香。有2隻大蝦仁，肉質爽彈。白飯正常。總結呢個白鱔兩餸飯算係好食。跟住嚟到觀塘港鐵站，嚟到樓下呢間兩餸飯店，佢哋嘅餸菜款式唔多，勝在有座位可以同食。呢度兩餸飯賣38蚊。呢碟係炒蜆兩餸飯38蚊，份量算係足夠。炒蜆比較細隻，肉質算爽滑，醬汁帶甜味，少少香辣，有1-2隻有沙。另外一個餸係肉片炒白菜仔，白菜仔用蒜蓉炒過，夠香味夠腍，肉片都夠腍，白飯就略為乾咗啲。撈啲炒蜆醬汁食，好食一啲。加6蚊有例湯，紅蘿蔔節瓜湯，味道清甜。總結呢碟炒蜆飯味道可以接受。今次最後一站嚟到觀塘協和街，幫襯呢間兩餸飯店。佢哋嘅兩餸飯賣32蚊。有10幾款餸菜可以揀，買咗1盒試試。呢盒炸鯇魚腩兩餸飯32蚊，送1碗例湯。例湯係冬瓜紅蘿蔔豬骨湯，好足料，味道清甜。盒炸鯇魚腩飯份量算係足夠。炸魚腩算大件，外皮同埋外層嘅魚肉少少鹹味。裏面嘅魚肉蒜滑，味道可以嘅，有少少魚骨。另外一個餸係魚香茄子，茄子夠軟腍，夠鹹香味。白飯正常。總結呢盒炸鯇魚腩飯，味道可以接受。鍾意呢個朋友影片就請我訂閱同撳埋個鐘仔，下次有新片推出就即刻收到通知。加入會員，真正體驗觀塘食好嘢。今次又食住咁多先，多謝我哋嘅會員，多謝大家支持收睇，拜拜。